你听说过吗？在西藏林芝的波密县有一个茶叶生长的世界之巅——贡乡。这里呢，正是被雄伟的喜马拉雅和念青唐古拉两大山脉温柔怀抱的义贡国家地质公园最核心的秘境。清晨的茶园，空气都是湿润清甜的。我和义贡茶厂的阿佳们一起，轻轻采下一芽一叶。这就是一杯茶的起点，充满了生命力。采下来的鲜叶，要想变成香气扑鼻的茶叶，关键就在这炒的功夫上。今天我有幸跟着炒茶大师向世全师傅一起体验了这神奇的蜕变。师傅告诉我，杀青、摊晾、揉捻、干燥提香是炒茶必不可少的步骤。这一步步下来，全凭师傅一双手拿捏着火候、力道、时间。从清晨茶园里水灵灵的嫩芽，到眼前这一捧干燥、紧实、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茶叶，这不仅是手艺，更是几十年的经验和心血的沉淀。想象一下，在这样的环境里喝着一壶来自世界屋级的纯净好茶，是不是特别的惬意呢？